一坐落我嘅賭台，最先做嘅動作唔係放低籌碼，唔係同個荷官打聲招呼，唔係望下隔離坐咗啲咩人，睇下今日個場旺唔旺，而係第一時間拎住支筆同張紙，或者死盯住前面嗰個電子屏幕，好認真、好專注、好投入、好忘我、好痴迷咁喺度畫大路、畫小路、畫大眼仔、畫甲油路嘅和。佢哋嘅眼神會跟住每一鋪嘅結果移動，手上面嘅筆會快速咁記低每一個紅點同藍點詞嘅，好似一個科學家喺實驗室入面記錄緊最珍貴嘅數據一樣，好似一個考古學家喺發掘緊古代文明嘅秘密一樣，好似一個偵探喺犯罪現場搜集緊線索一樣。佢哋嘅呼吸會隨住排谷嘅進行而變化，開出啱嘅時候會鬆一口氣，開出錯嘅時候會皺一皺眉頭，開出意料之外嘅時候會瞪大對眼。佢哋嘅身體語言會完全出賣佢哋嘅內心狀態。勁嘅時候會不自覺咁向前傾，輸嘅時候會向後靠，緊張嘅時候會咬住下唇，興奮嘅時候會握緊拳頭。佢哋覺得只要自己夠勤力，只要自己分析得夠仔細，只要自己能夠從呢啲密密麻麻好似繁星一樣佈滿成張紙嘅點入面揾到隱藏嘅規律，只要自己夠聰明、夠堅持、夠有耐性，就能夠預測到下一鋪到底是開莊定係開閒，就能夠打敗賭場，就能夠贏到錢。見到呢種場景，每一次見到呢啲認真嘅面孔，每一次見到佢哋眼中嗰種專注同渴望，而感受到佢哋身上散發出嚟嗰種我一定會揾到答案嘅決心，我都覺得好笑，但係又覺得有啲可憐，有啲無奈，似學，有啲唏噓，有啲不忍心。好笑嘅係，佢哋花咗咁多時間同心機，用咗咁多精力同精神，犧牲咗咁多休息同娛樂，去做一件完全冇意義、完全冇價值、完全係浪費時間、完全係白費心機嘅事。可憐嘅係心理學和佢哋根本唔知道自己嘅努力係完全浪費嘅，唔知道自己正正係落入咗賭場最親意見到嘅陷阱入面，只都自己嘅專注同認真，其實係害緊自己。唔知道自己以為嘅捷徑，其實係一條通往深淵嘅路。佢哋以為自己好專業，自己同其他賭客唔同，以為自己已經掌握咗其他人唔知嘅秘訣，以為自己終於揾到咗贏錢嘅方法，但其實佢哋只係由一個水魚變成一個更加勤力嘅水魚，由一個輸錢嘅人變成一個輸錢之餘仲要嘥精神嘥時間嘅人，由一個普通嘅賭客變成一個更加固執嘅賭客。我今日以莊家嘅身份，一個開咗賭場幾十年，見過無數賭客由贏變輸，由輸變清袋，由滿心歡喜變成萬念俱灰，由自信滿滿變成懷疑人生嘅過來人身份。我同你講一句大實話，我一句可能會打擊你一直以嚟嘅信念，可能會令你覺得難接受，可能會令你覺得衝擊，但絕對係真相嘅說話。假落根本無路可跟，嗰啲所謂嘅大路小路，嗰啲所謂嘅規律走勢，嗰啲所謂嘅必勝路單，嗰啲所謂嘅睇路秘籍，全部都只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幻覺，一個美麗嘅誤會，一個令你越陷越深嘅圈套。
一個由數學同心理學共同編織嘅陷阱，和路紙上所有嘅紅點同藍點，所有嘅大路小路、大眼仔甲，遊路所有嘅所謂規律同走勢，所有嘅圖案同排列，全部只不過係已經發生咗嘅。歷史係過去式，係一個已經完結嘅故事，係一堆已經過去嘅數據，係一串已經固定咗嘅記錄。佢哋對下一鋪排嘅隨機概率係完全冇任何影響，完全冇任何預測能力，冇任何參考價值，完全冇任何用處。你花幾個鐘去研究一條路，用盡你嘅精神去分析每一個轉折，消耗你嘅眼力，去睇清楚每一個點，同你求其估一個莊或者閒結果嘅準確率係一模一樣嘅，都係接近50%。從你乜都唔睇，完全一樣。你嘅努力唔會令你嘅勝率提高任何一個百分點，你嘅專注唔會令你嘅預測變得更加準確，你嘅勤力唔會令你嘅結果變得更加美好，你嘅堅持唔會令你嘅運氣變得更好。如果你唔想再做入賭場送錢嘅水魚，想用真正嘅莊家思維去睇清博弈真相，記得即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開啟埋隔離嗰個小鈴鐺。我會將我幾十年來喺澳門街睇到嘅博弈秘密、數學陷阱、心理操控同生存智慧，毫無保留、赤裸裸、將心比心，一層一層咁話俾你知，等你可以喺任何金錢遊戲入面保護自己。唔好再因為迷信路紙而將自己嘅血汗錢拱手送人，唔好再因為一個美麗嘅誤會而毀咗自己嘅財務健康，唔好再因為一時嘅執着而陷入萬劫不復嘅深淵。好，而家正式入正題。喺我開始詳細拆解之前，我想先問下各位老友記一個問題，一個好簡單但好值得你認真思考、好值得你誠實回答嘅問題。你哋平時落場最從意睇邊條路？係睇大路多，覺得大路最全面、最清楚、最直接，定係從意睇大眼仔，覺得佢更加細緻、更加準確、更加隱秘，定係覺得小路先至係最可靠嘅？因為佢揭露咗一啲大路睇唔到嘅細節同暗重。又或者你係夾油路嘅忠實粉絲，覺得呢條路先至係真正嘅捷徑，先至係高手先會睇嘅嘢。你真係試過靠睇路贏過大錢？真係試過因為一條靚路而發達？真係試過因為睇中一條路而改變生活？定係最後一樣要交學費，發現睇咗等於冇睇，研究咗等於白研究，分析咗等於白分析？你覺得邊條路最信得過？邊條路最呃人？邊條路最令你輸得金？邊條路最令你覺得後悔？不妨喺評論區留下你嘅答案同經歷，等我同大家一齊分析下，睇下究竟有邊個真係靠睇路發達錢，又有邊個因為睇路而輸得最慘？等大家一齊認清呢個陷阱嘅真面目，等大家以後唔好再重蹈覆轍。好，講完互動問題，我而家正式同你拆解點解話路紙全部係假象。點解你花咁多時間同心機去研究嘅嘢，其實係完全冇用嘅嘢？點解你嘅努力完全係浪費嘅？點解你嘅堅持只係令你輸得更多？首先你要明白一個最基本、最核心、最唔可以妥協、最需要刻喺心入面、最需要時刻記住嘅數學事實，
就係喺概率論入面，每一次開牌都係一個獨立事件，呢個係整個概率論嘅基石。任何一個學過統計學嘅人都一定知道嘅常識，係一個你無論點樣都冇辦法改變嘅自然規律。係一個經過無數數學家驗證嘅真理，係一個絕對冇任何例外嘅法則。乜嘢叫做獨立事件？即係話，呢一次嘅結果完全唔會影響下一次嘅結果。過去發生嘅所有事情對未來完全冇任何預測力。之前嘅所有數據對之後嘅結果完全冇任何影響力。之前嘅所有規律對之後嘅走勢完全冇任何參考價值。呢個係數學上嘅基本原則，係一個你無論點樣努力都冇辦法推翻嘅事實。我可以舉一個最簡單、最生活化、最容易明白、最貼近你日常經驗嘅例子俾你聽。你連續擲一個硬幣10次彩，又或者好彩10次都係開正面，咁請問第11次借嘅時候開正面嘅機率係幾多？好多人會直覺覺得連續開咗10次正面，今次點都應該輪到反面啦啩？覺得概率上應該要平衡翻，覺得天理上應該要還債，覺得個硬幣應該要公平啲。但殘酷嘅事實係第11次開正面嘅機率依然係50%，同第一次擲嘅時候完全一樣。完全冇因為之前開咗10次正面而改變任何嘢。個硬幣係冇記憶嘅，佢唔會記得之前發生過咩事，都係一個全新嘅開始。每一次都係由零開始，每一次都係獨立嘅過去嘅10次正面對第11次，完全冇任何影響，完全冇任何啟示，完全冇任何提示。百家樂嘅牌局亦都係一樣，完全係同一個道理，和完全係同一套邏輯，完全係同一種規律。每一鋪牌都係一個獨立嘅事件，之前開咗幾多鋪莊，幾多鋪閒，幾多鋪長龍，幾多鋪單跳，完全唔會影響下一鋪嘅結果。你見到路紙上面出現咗一條好靚嘅長龍，以為呢個係一個信號，以為呢個係一個趨勢，以為可以跟住條龍繼續贏落去。呢個係上天俾你嘅機會，但現實係呢條長龍只係隨機數據入面自然產生嘅一個聚集現象，一個隨機波動集和，一個統計學上必然會出現嘅情況，一個完全正常嘅現象，而唔係一個可以被利用嘅規律，而唔係一個可以跟隨嘅走勢，而唔係一個可以預測未來嘅工具。乜嘢係隨機波動？呢個概念好重要，你一定要明白，你一定要記住，你一定要時刻提醒自己，即係話，當你將一堆隨機嘅數據擺埋一齊嘅時候，佢哋嘅分佈唔會係完美平均嘅，整整齊齊咁莊閒交替出現。一定會有啲地方比較密集，有啲地方比較稀疏，有啲地方出現連續相同嘅情況，心理而重。有啲地方出現交替嘅情況，有啲地方出現長龍，有啲地方出現單跳，呢啲全部都係隨機性嘅自然表現。隨機過程入面一定會出現嘅現象，係一件完全正常、完全可預期、完全唔值得大驚小怪嘅事。你見到嘅長龍就係呢種密集嘅表現，你見到嘅單跳都係呢種稀疏嘅表現。佢哋唔係一個規律，
唔係一個趨勢嘅禍，而只係隨機性嘅一個自然結果，係一件完全正常嘅事，係一個你唔應該賦予任何特別意義嘅現象。只禍，你以為自己見到嘅係路，你以為自己已經掌握咗遊戲嘅節奏，你以為自己比其他賭客更加聰明，自己終於揾到贏錢嘅秘訣，你以為自己比其他人都醒，但其實你只不過係人類大腦天生喜歡尋找規律呢個本能嘅受害者，你只不過係落入咗心理學上叫做控制錯覺嘅陷阱入面，只不過係同歷史上無數個賭客一樣，犯緊同一條錯誤，行緊同一條路，走向同一個結局。乜嘢係控制錯覺？競和呢個係心理學入面一個好經典、好重要、好值得你認識嘅概念。競和就係你覺得自己可以控制一啲其實你完全控制唔到嘅事情，你覺得自己嘅行為可以影響一啲根本唔會受你影響嘅結果。自學和你覺得自己嘅努力可以改變一啲根本唔會被改變嘅概率，你覺得自己嘅智慧可以超越一啲根本冇辦法超越嘅數學規律。錢米蒙，你覺得自己可以透過分析路子嚟預測未來，你覺得自己可以透過努力研究嚟打敗概率，你覺得自己嘅智慧可以超越數學，和你覺得自己嘅勤力可以換來回報，你覺得自己嘅堅持可以換來成功，呢個就係控制錯覺嘢，一個非常普遍、非常危險、非常難以察覺，幾乎每個人都會中，幾乎每個賭客都中過嘅心理陷阱。賭場最層意你覺得有路可跟，最層意你覺得自己好聰明，最層意你覺得自己已經睇透咗遊戲嘅規律，層意你覺得自己同其他傻仔唔同，因為當你以為自己睇透咗規律嘅時候，你嘅自信心就會開始膨脹，和你開始覺得自己唔會輸，你開始覺得自己可以贏大錢，你開始覺得自己終於揾到咗其他人揾唔到嘅秘訣，覺得自己係天選之人，而你下注嘅籌碼就會開始成倍增加，由1000變2000，由2000變5000，由5000變1萬，由1萬變2萬，越賭越大，越大越賭。而呢個時候就係你走向清袋嘅開始，就係你由一個小輸家變成一個大輸家嘅轉折點，就係你由一個理性嘅人變成一個被自信沖昏頭腦嘅人嘅關鍵時刻，就係你由一個可以控制自己嘅人變成一個被自己嘅幻覺控制嘅人嘅轉折點。你試過幾多次明明條路靚到不得了，和靚到你覺得係百年難遇嘅好路，靚到你覺得如果呢鋪都唔贏就冇天理，靚到你覺得自己終於等到呢個機會，和靚到你覺得成個世界都喺度幫你，結果你重注落去，一鋪就爆，一鋪就將你嘅希望徹底粉碎，鋪就將你之前所有嘅盈利一次過吞噬，一鋪就將你由滿心歡喜變成萬念俱灰，由天堂跌落地獄，由贏變輸，由自信變成懷疑。你當時嘅心情係點樣嘅？你係咪覺得唔應該？係咪覺得好唔公平？係咪覺得點解會咁？覺得自己好黑仔？係咪覺得運氣玩你？你嗰陣時有冇諗過，其實條路本身就係一個陷阱？其實你嘅自信本身就係一個錯誤，
其實你嘅分析本身就係一個幻覺。喺評論區同大家分享下你嘅經歷嘢，等大家睇下好路到底害死過幾多人，等大家知道呢個陷阱有幾普遍，等大家明白好路從來都唔係幫你嘅朋友，而係害你嘅敵人。等大家以後見到靚路嘅時候，會多一份警覺，少一份衝動。講完隨機波動同控制錯覺嘅心理陷阱。和我而家要同你講一個更加值得你深思、更加需要你用常識去判斷、更加需要你用邏輯去分析嘅問題。日和，大家可以動腦筋諗一諗，用你最基本嘅常識去諗一諗，用你最簡單嘅邏輯去諗一諗。如果路子真係賭場嘅死穴和如果睇路真係能夠幫賭客贏錢，如果呢啲紅點藍點真係有預測能力，如果呢啲路單真係可以作為贏錢嘅工具，和如果呢啲圖案真係隱藏住必勝嘅秘密，咁我開賭場嘅難道係傻㗎嗎？我點解唔將佢收埋？點解唔將呢啲電子屏幕拆走？點解要將呢啲可以令賭客贏錢嘅信息免費提供俾你？仲要提供得咁清楚、咁靚、咁方便、咁容易？睇答案好簡單，簡單到你可能會覺得難以置信，簡單到你會覺得自己點解從來冇諗過，簡單到你有啲唔敢相信。電子路單唔係賭場嘅弱點，而係賭場最厲害、最有效、最難以抗拒、最能夠引你入局、最能夠令你輸錢嘅誘餌。佢唔係幫你贏錢嘅工具，而係令你輸得更快、輸得更多、輸得更唔抵、輸得更莫名其妙嘅催化劑。我唔單止唔會將佢收埋，反而會花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喺每一張賭台前面安裝最豪華、最清晰、最靚、最高清、最大尺寸嘅電子屏幕，和免費將路單清清楚楚、大大隻字、色彩繽紛、設計精美咁展示俾你睇，甚至會將路單設計得更加易睇、更加吸引，更加令你覺得有跡可循，更加令你覺得自己可以睇得明，更加令你覺得自己好聰明。點解？因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最有效、最可靠、最唔會失手、最能夠穩定吸金嘅武器。電子路單俾咗你一種虛假嘅安全感，一種我可以掌控局勢嘅錯覺，一種我比其他人聰明嘅優越感，種我終於揾到方法嘅滿足感。你望住個屏幕，覺得自己睇得明，覺得自己分析得到，覺得自己有優勢，和覺得自己同其他亂咁買嘅人唔同，覺得自己終於企喺贏家嘅一邊。呢種感覺會令你更加願意留低，更加願意落注，更加願意將更多嘅錢推上賭台，更加願意相信自己嘅判斷，更加願意忽視風險。只要你相信有路，就會喺見到好路嘅時候衝動加碼，覺得呢個係千載難逢嘅機會，覺得錯過就會後悔一世，覺得一定要把握住，和覺得呢鋪一定要贏。你亦都會喺見到斷路嘅時候慌忙敘數，覺得自己一定要喺下一鋪贏返，覺得條路一定會重新接上，覺得自己嘅分析唔會錯，覺得下一鋪一定會中。呢兩種反應，無論係加碼定係敘數，無論係貪婪定係恐懼，都係賭場最想見到嘅畫面，都係令我哋最開心、最滿意、最期待嘅時刻，都係我哋利潤嘅主要來源。
都係你輸錢嘅直接原因。你諗下，如果你完全唔信路子，如果你覺得嗰啲紅點藍點只係一堆冇意義嘅符號頸嘢，如果你覺得佢哋對你完全冇幫助，如果你覺得佢哋只係一堆裝飾，你嘅行為會變成點樣？你會更加冷靜，你會更加理性、警醒，和你會更加唔容易被短暫嘅波動影響。你會更加專注喺真正重要嘅嘢上面，你會更加清醒。心理學，你會將注意力放喺真正重要嘅嘢上面，即係你嘅資金管理同你嘅離場紀律錢學和，即係你帶幾多錢入嚟，你準備輸幾多，你打算贏幾多就走，你嘅止蝕位喺邊度，你嘅目標喺邊度，怎和？但當你相信有路嘅時候，你就會將注意力放喺一個完全冇預測能力嘅虛構規律上面。激理學，你就會忽略咗真正應該關注嘅風險控制，你就會將你嘅命運交俾一個根本唔存在嘅嘢，就會將你嘅財富壓喺一個完全靠唔住嘅基礎上面。呢個就係電子路單嘅真正功能，佢唔係幫你，而係害你工具，而係陷阱。佢唔係信息，而係誘餌。佢唔係路，而係迷宮。講到呢度，我相信你已經開始明白，已經開始清醒，已經開始意識到，已經開始覺悟。喺百家樂呢個遊戲入面，根本就冇所謂嘅路，根本就冇所謂嘅規律，根本就冇所謂嘅走勢可以跟，根本就冇所謂嘅必勝法。你以為嘅路，只係你大腦為咗應付不確定性而強行建構出嚟嘅幻覺，只係你嘅本能為咗減輕焦慮而創造嘅虛構框架，只係你嘅潛意識為咗令自己覺得有控制權而編織嘅故事。你以為嘅規律，只係隨機數據入面自然產生嘅波動，只係計學上必然會出現嘅聚集現象，只係一個你唔應該賦予任何意義嘅巧合。你以為嘅優勢者，只係一個令你輸得更快、更慘、更唔抵嘅陷阱，只係一個令你由小輸變大輸嘅催化劑，只係一個令你由理性變盲目嘅轉折點。咁你可能會問，如果路係假嘅，如果路子係冇用嘅，如果睇路係嘥時間嘅，見之嘢，如果呢啲紅點藍點全部都係廢嘅，咁真正嘅贏家到底睇咩？佢哋唔睇路，咁佢哋睇咩？佢哋憑咩做決定？佢哋點樣贏錢？我可以好肯定、好坦白、好冇保留、好直接咁答你，喺百家樂嘅世界入面，唯一嘅路就係你手上嘅資金管理，一嘅依靠就係你鋼鐵般嘅紀律，唯一嘅保障就係你預先設定好嘅離場界線，唯一嘅武器就係你嘅理性同冷靜，一嘅朋友就係你嘅自我控制能力。真正嘅贏家，佢哋從來唔會浪費時間喺路子上面，和從來唔會嘥精神喺嗰啲紅點藍點上面，從來唔會因為一條靚路而興奮，從來唔會因為斷路而焦慮，唔會因為見到長龍而衝動，從來唔會因為見到單挑而緊張。佢哋唔會死盯住個電子屏幕，唔會用支筆喺紙上面畫來畫去，唔會因為見到一條長龍而衝動加碼，唔會因為見到斷路而慌忙贅述。心理學和唔會因為一時嘅好路而改變計劃，唔會因為一時嘅壞路而放棄原則。佢哋只會做一件事，就係執行自己預先設定好嘅計劃，就係
堅守自己嘅原則，就係遵守自己嘅紀律，就係保持自己嘅冷靜更和。佢哋知道自己嘅本金有幾多，知道自己可以承受嘅損失有幾大，知道自己嘅目標有幾高，知道自己幾時應該走，知道自己幾時應該停，知道自己幾時應該忍，知道自己幾時應該放。佢哋嘅每一個決定都係建基於理性嘅計算，建基於虛幻嘅規律，係建基於客觀嘅數據，而唔係建基於主觀嘅感覺，係建基於長期嘅策略景，而唔係建基於短期嘅衝動，係建基於對數學嘅尊重，而唔係建基於對運氣嘅迷信。當你完全放低對路子嘅幻想，當你唔再俾畫面上嘅紅藍點左右你嘅情緒，當你唔再因為一條靚路而衝動加碼，當你唔再因為斷路而慌忙敘數嘅，當你開始將注意力放喺真正重要嘅嘢上面，當你開始用理性取代衝動，用紀律取代直覺，用計劃取代隨意，你先有可能喺博弈中保持冷靜，你先有可能做出正確嘅決定，你先有可能保護到自己嘅本金。任你嘢，你先有可能由一個被情緒主導嘅人變成一個可以主導情緒嘅人。你先有可能由一個被幻覺蒙蔽嘅人變成一個看清現實嘅人。呢個就係真正嘅贏家同普通賭客嘅分別，就係決定你輸定贏嘅關鍵，就係一個你可以選擇嘅分野，就係一個你可以掌握嘅轉變。普通賭客睇路，贏家睇自己。傾賭客相信規律，逆渣相信數學。普通賭客被情緒主導，贏家被紀律主導。普通賭客將希望寄託喺虛幻嘅路子上面，贏家將保障建立喺真實嘅資金管理上面。普通賭客追求一時嘅刺激，贏家追求長期嘅生存。最後前排和我想用一句我講過無數次，但每一次都係真心嘅，每一次都係經過時間驗證嘅，每一次都係眼見無數賭客經歷之後得出嘅結論，每一次都係我自己親身驗證過嘅智慧嚟做總結。窒賭就是贏。呢句說話唔係叫你咩都唔好做，唔係叫你放棄所有娛樂，唔係叫你咩都唔好試，而係想話你知，只要你不盲目相信規律，只要你不被路子牽住走，只要你能夠保持理性同冷靜，只要你唔好將賭博當成改變命運嘅方法，只要你明白賭博只係一場娛樂而唔係一個投資，你就唔會成為莊家刀下嘅羔羊，就唔會成為又一個因為迷信而輸清光嘅可憐蟲，就唔會成為又一個因為一個美麗嘅誤會而為咗自己財務健康嘅悲劇主角，唔係你成為有一個因為一時嘅衝動而後悔一世嘅人。希望今日呢番真心話能夠幫你認清真相，和能夠令你以後見到路子嘅時候會停一停，諗一諗，問一問自己，呢個究竟係幫你定係害你？能夠令你由一個迷信規律嘅賭客變成一個理性決策嘅博弈者，由一個被幻覺主導嘅人變成一個被現實喚醒嘅人，由一個不斷送錢嘅水魚變成一個懂得保護自己嘅智者。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用，記得幫手點個讚，分享俾你身邊嗰啲仲係日日話路，以為自己好專業，
以為自己可以靠路子發達，以為自己終於揾到秘訣嘅朋友，認得和。等佢哋都可以醒覺，都可以認清真相，都可以由幻覺入面走出嚟，唔好再將時間同心機浪費喺一個完全冇用嘅嘢上面。和唔好再因為一個美麗嘅誤會而將自己嘅血汗錢拱手送人，唔好再因為一時嘅執着而陷入萬劫不復嘅深淵。和我哋下一期會繼續分享更多關於博弈真相同商業智慧嘅內容。和到時會同大家拆解更多關於概率、風險、決策心理同資金管理嘅課題，幫你一步一步建立一個完整嘅思維系統。等你可以喺任何金錢遊戲入面保持清醒，做一個永遠唔會被表面現象蒙騙嘅人，做一個永遠唔會被自己嘅本能主導嘅人，和做一個永遠唔會被虛幻嘅規律迷惑嘅人。如果你唔想錯過，記得保持留意，我哋下期再見。